現年88歲嘅謝賢，呢啲年都好少出街，好少喺公開場合露面。主要都係因為謝賢個腳不如以前咁方便，唔係話行唔到路，但需要拐杖，有時仲要人扶住，咁出入就唔係咁方便。事實上，依家謝賢出街，身邊至少有4個人跟住，真係好大陣仗，咁就更加唔啱去人哋多嘅地方。所以通常都只係喺公園或者茶樓見到佢，畢竟日常都係要出街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同外界接觸下。之前好少見到謝賢喺香港北角間酒樓飲茶，嗰日佢打扮都好嚴實，長褲長袖，仲戴住頂帽，只露出個手腕同個面。嗰日唔係謝賢自己一個人去，身邊仲有個男助手同個女工人陪住。3個人揀咗個面向維港嘅位坐低食飯，唔止謝賢一個人食，男助手同女工人都一齊坐低食。因為係下午茶時間，所以叫嘅都係點心，大家食得都好快，3扒2缽食完就走人。謝賢離開酒樓去保姆車嗰段路，佢自己拄住拐杖行路步履有啲遲緩，但都堅持行完全程。保姆車到咗之後，有2個外籍工人喺佢身邊左右扶住，小心翼翼咁陪住佢上車。見到謝賢上車嗰陣，行動真係好唔方便，仲要外籍工人扶住佢個腳，先可以順利上到車。可見佢個腳力有限，幾乎係控制唔到，難怪佢呢幾年盡量減少出街。謝賢上咗車之後，保姆車並唔係即刻搭住佢返屋企，而係去咗添馬公園。原來謝賢下午茶之後要出街呼吸下新鮮空氣。車停好之後，謝賢落車，外傭即刻準備好輪椅，推住謝賢去散步。期間公園人慢慢多咗，外傭即刻幫謝賢戴住口罩，等到人少咗先至除低。謝賢嗰日心情好鬼好，仲叫男助手幫手影相，大概喺公園逗留咗個鐘左右，就好開心咁返屋企。呢個就係謝賢依家嘅生活狀況，真係好難評價到底係好定唔好。講好都真係好，因為出街一次，身邊算上司機有4個人陪住，貼身就有2個外籍工人，一個男助手，就係以防萬一，保障佢安全。而2個照顧佢嘅外籍工人都好細心，比如扶佢上車，會主動幫佢抬腳，又比如散步嗰陣見到人多，即刻幫佢戴口罩。相信呢啲司機工人事先都已經被吩咐好，點樣照顧謝賢，點樣陪住謝賢。而背後出錢嗰個應該就係謝霆鋒。要知道謝賢身邊負責張羅嗰個男助理原本就係謝霆鋒個助理，咁睇嚟，謝賢個晚年生活都安排得妥妥當當。但咁樣嘅生活一定係最好嘅咩？又未必。直頭講，謝賢依家就係孤零零一個生活，身邊雖然有司機、工人圍住幫手打理日常，但呢啲人都唔係至親，所以情感上都好孤獨。謝賢個家庭情況比較特別，佢有仔有女，又有孫，但都唔喺佢身邊，唔係話屋企人唔理佢，而係家庭成員之間相處就係咁。佢同狄波拉離婚之後就自己一個生活，仔女大咗之後都各有各生活。謝霆鋒係藝人，常年喺外面活躍，謝婷婷就喺加拿大生活，喺當地生兒育女，都好難返屋企。而孫仔就跟住張柏芝生活，都唔可能日日嚟陪住。前妻就更加唔使講，都有咗自己新家庭，到最後就剩低佢自己一個生活。早幾年謝賢生活仲可以完全自理，行路都幾自如嗰陣，佢仲可以拄住拐杖出席各種聚會，甚至拍影視劇，生活都算豐富多彩，唔會好無聊。依家個腳唔得，身體健康都大不如前，仲要盡量避開人哋多嘅地方。之前謝霆鋒開演唱會，謝賢就冇露面，好大程度都係出於健康考慮。只能夠講，每個人喺唔同階段就要面對唔同問題，而喺呢個時候，謝賢只求健康安穩，呢個就係佢最大嘅幸福。
5月27號，有媒體拍到演藝圈常青樹謝賢四哥出街逛公園，見到嘅謝賢坐住輪椅出街，由2個菲傭保姆悉心照料。鏡頭下嘅謝賢狀態疑似唔係好，身體狀態都大不如以前，就算拄住拐杖都只可以簡單行一小段路，而且行路步履緩慢，需要人扶住慢慢行。畢竟都已經88歲老人家，但四哥個帥氣樣貌仲係唔減當年。見到佢戴住頂黑色棒球帽，呢頂帽四哥已經戴咗好多年，呢個習慣一直都冇捨得棄。上身着住件白色運動外套，配住條黑色休閒褲，喺個人外貌同形象上面，88歲嘅謝賢風采都仲係喺度，好有時尚感。記者話謝賢係一男一女2個菲傭陪同下，一齊去咗北角間酒樓飲茶。飲完茶之後，又出嚟去附近公園影相散步。從現場睇嚟，謝賢個晚年生活真係好幸福，有人照料，又有人陪住傾偈，都唔錯。只係佢手拄拐杖嗰個狀態唔係好，需要人扶住慢慢行先至可以站得穩。好多網友懷疑謝賢近年係咪已經中風，又或者係老年病困擾住佢，所以失去咗以前咁重英氣。但佢個精神狀態都仲係唔錯，只係行動略有不便。記者話喺菲傭帶領下，3個人一齊去附近公園慢慢散步。散步期間一邊影相一邊記錄幸福生活。成個過程3個人相處好融洽，而且期間嘅謝賢仲喺公園內曬下太陽。成個過程有接近個鐘左右，謝賢曬太陽嗰陣仲除低口罩，保姆仲幫佢影相打卡，玩得開心先至一齊返屋企。早1個星期前，已經有香港市民喺維港海邊偶遇四哥謝賢，當時網友同四哥近距打招呼，四哥笑住回應，成個人狀態都好好。網友伸手同四哥握手，四哥舉起手熱情回應，鬆近佢影嘅相睇，老人家只係行動唔太方便，其他都仲好，精神狀態喺度，同網友互動都好好。去年四哥憑住殺出個黃昏再奪影帝，呢部應該都係屬於佢個封山之作啦。喺演藝圈打滾半個世紀，謝賢算得上係真正影壇常青樹，佢對香港電影事業整體發展貢獻價值都唔可估量。拍夫期間，契仔林家棟負責照顧謝賢，所有劇組工作，林家棟同謝賢一齊同步進行，甚至喺頒獎環節，謝賢指定林家棟上台一齊見證榮耀時刻。喺生活之中，其實除咗大家關照之外，私下雖然謝霆鋒同家人並冇同謝賢長住一齊，但佢哋都緊密相連，重要節日都會常聚會。個仔謝霆鋒之前喺啟德主場館開演唱會，媽媽狄波拉就帶住現任老公江耀成、2個仔謝震軒同謝震南以及女朋友王菲一齊現身。當時只有謝霆鋒個爸爸謝賢冇現身，其實大家都睇到謝賢因為身體原因，所以冇出現喺演唱會現場，但佢其實一直都有關心個仔事業發展，都好大力支持個仔，為個仔驕傲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個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支持。